忍耐不是麻木，儒家的传统思想带领我们的脚步。8年艰苦的抗战，正是我坚毅的民族。不到最后的关头，绝不轻言战斗。忍无可忍的时候，我会挺身而出，同胞受苦，河山代父，我会牢牢记住。我不管身在哪里，我是中国人，无论死在何处，是做中国魂。忍无可忍的时候，我会挺身而出，同胞受苦，河山代父，我会牢牢记住。我不管身在哪